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找他的妹妹。那这个部分来讲，后面再讲我们的师尊师尊老大人，他是生于1889年7月19号，他也是山东济宁。他出生的时候家里有祥瑞之光，而且我们师尊有双红，就是眼睛里面有双红。双红的话，就是历史来讲，就是仓颉跟大顺利嘛，他有双红所以他那个黄河清澈见底，所以邻居跟他讲，我们家里要出圣人然后在1894年的时候那个甲午战争是发生在山东然后1911年的时候，我们师尊老大人他一个从小到他家里是一个，就是因为他爸爸留下的大概有2甲地的土地然后他们也是那个书香世家，从小到这种受教育。结果1910年的时候，他就去重庆，但是过了一年之后，他听到那个家乡传来的消息说，他父亲生得很重的病，他就跟金钟告辞，然后回去。他回去之后没有多久，他父亲就回空了那12年的时候，他为了奉养他的母亲就跟朱氏结婚。生了1女，他这个夫人就是因为难产而过世然后因为他为了要侍奉他的母亲，他不得已在13年的时候再跟我们刘师傅结婚，生有2子，一个是我们长子茂田，就是我们的店长大人然后次子是茂田。然后14年的时候，事实上山中是发生了有史以来100年难见的大水灾死伤非常的多无数那食物的流失非常的多，整个生活非常的困难。那15年的时候，碰到了孔孟的那个孔孟大道的那个传道，他碰到朱老师。他碰到朱老师的时候，他不相信他传的东西是真道，所以他就请他的母亲先去求道。求道之后，他才去求道。那求道的时候，因为要求道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求道要碰到那个功德会嘛，他就卖掉他家的5亩地，就是1000坪的土地那1000坪土地，或许不敢讲说台北市的土地啦，或许住在宜兰比较便宜。假设我们农地现在1坪3万块他总共求到会是3000万，你们愿意求？我想不可能。尤其在战乱的时候买土地，那因为知道我们中国传统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祖先留下来的土地，我们是不能随便卖的，对不对？用师尊老大人，因为他卖地求道之后，被他的什么？他堂兄我们老师叫张光弼他的堂舅叫张光宏，被冠为不孝子。他说你是不孝子，你不孝子，你为了求道，你卖土地去求道，你是不孝子，就把他冠上这个名字。那因为他进入道场之后，他碰到楚老师，楚老师跟他讲，他说我们求道之后，我们如果你的功德因为现在是大道普传三朝普渡，对不对？师尊师母的时候才有三朝普渡，对不对？你有功德的话，你可以超拔你的父亲，他父亲没有求道，那结果那个他为了超拔父亲，他就跟他妈妈讲，他说母亲，我想要把家产卖掉。我要到城市里面，可以雇更多的人来求道。他母亲讲说不行，他说我们修的是孔孟大道，我们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你要修道，从你自身修之后，我们身修家才可以起。所以他跟他讲，他母亲很有大德，跟师尊讲说，你要从自己的出生地要度人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师尊不是被冠名为不孝子吗？无有孝，你雕花仔囝，伊被土地去诱导嘛。所以伊要去导人来诱导，有人要来无？伊要去甲阿姐，要去甲阿姆，要去甲阿伯，甲伊兄弟姊妹，甲你堂兄弟去甲父母，你来去诱导好无？无可能，你不孝子，你来。你这修的这是假，老师我去，他跪下来，
1次、2次、3次，用真诚感动所有的亲人。但是求到的时候，不管怎么办，3年他只度了64位。用怎么样？用他真诚的心。他说：“我爸爸没有求得到，我今天有求得到。我爸爸没有求到，他在地狱里面漂。我今天身为他的儿子，我为了要度化我的父亲，让他能够得到。我希望你们呈现我这个孝心。总共都帮你才度了64位。”他非常非常的着急。那朱老师看到他的情形，他就跑去跟金工主事报告。他说：“主事，我这边有一个弟子，因为老母规定，必须要度了100位，我才能够操劳了1县的父母亲，我才能够请他办到。结果金工主事请求老母就特地下旨下来。以后你只要度64位，你就可以1县的父亲。师尊老大人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哦，他不止度了64位，他把自己的家乡里的祠堂当为公共佛堂，他开始训练他的亲人，开始训练开班义，然后读经，开始度化他们的路。之后3年之后，他31岁的时候，把他全部的家产全部变卖掉，几家迁到巨林市的那个广丰街，开了一家叫光明德杂货铺，买了3间房子，楼上用佛堂，底下做杂货店。为什么？要以商养道来度化众生。楚老师归空之后，因为他都跟着楚老师修道。楚老师归空之后，我们祖师就派人把老师请过去。好，他说：“你现在跟在我这边，把他收为第八位的那个弟子。”他就跟着我们祖师在修道的时候，在修道到晚期的时候，祖师要回天脚趾的时候，出了一个考试，叫下圣考。祖师跟大家讲，从老母下令下旨，我们修道的很辛苦，连饭菜都没有得吃的因为战争嘛，都吃不饱，营养会不良，大家都很多都是因为从开始在办道的都是从贫的先办，从穷的人先办，从农民先办，所以来修道的人都是很苦的人，所以他就骗大家说，老母下令，我们明天祖师就请他底下的人也去买了鸡鸭鱼肉，他说大家可以开那个，大家都吃，祖师也吃给你看，只有师尊师母，我们2个老人家借机说他肚子痛，师尊师母都没有吃，他有吃贵，他知道这个是上天在考他们然后接掌灵位考，结果我们祖师刚才讲说，1925年的时候，祖师归空的时候，老母没有讲说要这个主位要接给谁，这个是阶级哦。我们现在道长也很多是这样子哦，不落阶级。或许很喜欢读六祖坛经，或许知道六祖在去拜访五祖的时候，他只讲我只求做，我不求一物哦。所以你一定我什么都不要哦。结果五祖是传主位给六祖慧能大师嘛。那我们知道在基岩岭的时候，当六祖慧能大师传法给行思禅师的时候，他在问他如何不落阶地。他的意思说，我如何不做到什么阶级？有董事长，有祖师，有师尊，有师母，包括很多我们现在是有董事长，有总经理，有经理，很多我们道中也有师尊师母，有道长，有老前人，有钱人，有点传师，对不对？这叫阶级。如果不落阶级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修道人很容易陷入这个
世俗中的陷阱，非常容易陷进去哦。结果我们八位弟子，我们祖师的8位弟子有7位叫做德高望重，或者大家德高望重，一直在问你的主位要传给谁？在这主位。结果我们祖师归宗之后，他不是3个月之后他来讲哦，他来接驾之后讲出弥勒救苦真经吗？还有金光妙典吗？他还在吵。那老母就讲说：“你们各安天命啊，你们自己去办。当初只有我们师尊师母，尊者尊师重道，不忘祖师的叮咛，他就是什么？老实的办道修道，把所有的办的功德位都交给我们金公祖师的妹妹，就是我们南开国站在天命，他把这个请教了，其他的就各办天命。没有多久了，这个7位德高望重的修道人，整个道场就开始萎缩，就不见了，就会不见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说阶级考？所以行思禅师他说：“你要问什么阶级？”我说：“圣地都不为，我连佛的菩萨的位置我都没有看在眼里了，我还要求什么阶级？”所以六祖跟他讲说：“你赞叹他，说未来，他说你未来这个道无力断绝，所以他底下出了一个石头西迁禅师，底下出了一个我们讲那个怀南禅师里面出的马祖道一禅师，他底下出了一个白衣禅师，就是我们的白两的七祖，2位七祖在那边战胜。但注意，道六祖讲，道是由行思禅师后面的西牲禅师的，在1000年的书就已经写好了，底下的我们七祖白衣禅师，一贯道脉从那边开始。然后到了1930年的时候，那个师尊在72岁的时候，在八卦炉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我师尊师母2个一直在做操持，开炉会，结果老母有令，工厂仔细，统领天命，天赐大考，考得多严重？因为我师尊有结婚了嘛，有刘师母，还有儿子。但是我们师母老大人，等一下后节会谈到，他从小一个家破人亡，从小就立志要以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心想，一生舍身办道，要救度众生，所以他讲终身不结婚。结果当老母下令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师母老大人删掉3次，自己。因为老母讲说你要跟师尊要结婚，我们师尊师母都不同意。他说这样是有破坏整个中国婚姻传统。结果我们师母上吊3次，老母都把它解断。后面如果大家有注意，我们师母老大的额头有一个疤，他还去赚钱。因为我们师尊的那个母亲看到我们师母老大人这样子。他心里很痛，他就求下来跟老母慈悲，老母慈悲，祖师同慈，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可以这个样？他们是有夫妻之女，没有夫妻之实，上天同不同意？后来老母跟祖师同意了，所以我们师尊跟师母，我们师母是跟师尊是有夫妻之女，没有夫妻之，他才可以下。所以在这个天子大考当中，事实上，后期开始讲师母的顺便在谈到这个。所以在1917年的师尊老大人在中秋夜归空于四川的黄桃溪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弥勒真经里面就有讲的，就已经讲大正四川黄桃溪，对不对？那个天真收引化身老人带14点神兵嘛。在我们讲到3星客栈，就是在天津的3星客栈开始的，所以就是叫先说后应讲师母师母是生于1895年这个山东单县西关村早年是皈依道，因家遭病苦而体悟到人生的无常跟苦恼，
或许讲他我们出生在这个中国所有历史里面的，不管八国联军、甲午战争、鸦片战争，都是在山东发生。包括怎么看什么金华战争都是在山东。所以我们师母老大人从小家里都全部的人都死于非命，只剩他一个人活着，苦不苦？那种灾难苦不苦？所以他体悟到人生的无常，更因而立志来修道。当时已经有1000多个人在跟我师母修道，因为他认为他是真的修道，我认真给他修好。就在1915年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师尊跟师母同时是1915年同时是求道的，所以我们20岁的时候，老母灵坛跟金公祖师讲说，你到山东3千去度一位菩萨，所以金公祖是走了80里路，就40公里的路去度我们师母老大，去跟他讲大道普传，你来求道。你讲天命真，道真理真，天命真，你来求道。所以或许跟大家，我们现在问了，为什么坤道这么多？真的是坤道一贯道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。当天求道，因为我们师母本来就吃素了。当天求道，当天立清口念，当天以命为点的是，就是唯一我们师母老大的第一人。后来就没有再发生。我们师母老大人在求道当天就已经以命为点的事，是整个一贯道破天荒的唯一的一位。那这个下圣考就是刚刚讲的吃肉斋开斋，它一样没有破除。接掌名位考的部分这2个考很重。这个里面最重要，或先讲一个，他不是有1000多位弟子跟他修吗？当师母同意师尊老大人说要有夫妻之礼，没有夫妻之实，他受到刘师母，包括他的后学指责，当面指责你不要，你不是修道的，你伤风败俗，当着面跟他讲，然后写大字报，到处贴，诽谤我们师母的名誉。当师尊师母没办法在山东待下去，当师尊师母没办法在山东待下去的时候，所有的人认为说你不是修道人吗？如果你真的修道人，你为什么要